哇，对方的反击非常的快，曾祥基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杰伦亚面对碰碰切进来，双手灌篮，机会是完全出来了。对，好球！赖廷恩，陈立焕在林志杰的面前，哇，直接暴扣，Julian Wright，他现在已经第3度补篮了。对，怎样去接应他？对，哎呀，发生失误。Julian 嗯， Wright 长传到前面给李佳瑞，双手暴扣破绽对方禁区。哇，现场其实也有一些工程师的球迷非常兴奋的。是，陈金环出现失误了，哈克尔快速推进，前场3打2，垃圾不落地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打到目前为止也不过仅仅只有个位数的一个得分的。给他了，是场上得分最有效率的球员啊！哦，而且 Q 在前面的卡位也卡得相当扎实啊，替自己清出了一个跑道出来了。哦，哇，对方的反击非常的快，曾祥基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